福兴高中大型注射站现场，除了65岁以上的市民，也包括中央规定幼教机构的老师，提前应用9月开学。其中，为摕了一套早嘛来到现场关心注射状况，完全依照分流分时段登记。嘛强调大型注射站各县市好的经验拢会参考，得希望予市民一个舒适健康的注射环境。因为都现场有分流，他们有分时段登记，所以比较不会造成拥挤。那我们也很忌讳就是人潮群聚造成拥挤，那反而这个在施打站造成另外一个比较不便利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严格要求我们的现场人员，现场人员很多都市府的人员，其他各局处来帮忙这个防疫。所以不管在资料的填写，不管在医生的问诊，不管在施打后然后的休息，我们都希望说能够顺利。在这个大型施打站能够运作的比较顺利一点，不要卡。会中市长嘛强调，中央准备7月9号开始将幼教老师列为注射的对象，8月进前则是针对高中以下的老师。不过因为中央的疫苗明仔载才到，所以8号先动用台南市的疫苗，得希望当提前，得尽量提前。但新闻顾问何乔邦采访报道。